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4月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3篇，但以理书第1章第1节到21节，使徒行传第2章42节到47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敬畏的心。我们有几次分享到过这个基督徒为什么需要对上帝存着畏惧而敬畏他。因为当我们若不把上帝当成一回事的时候，我们就必定会离开上帝的真理的道路，做那一些违背上帝旨意的事。这种事一般人说是伤天害理。福音书的记载，那一些上帝的选民啊、祭司们啊、经学士们啊、法利赛人们啊，想尽办法要杀拉撒路，也想要杀耶稣基督，但是他们又不敢。这个不敢不是因为他们敬畏上帝，而是他们害怕人民。想一想，这种害怕人却不怕上帝，这样的行事为人就会很乖张。但以理和他的3位朋友却是尊主为大。圣经但以理书第1章第1节到21节记载着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后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决志。他们决志要爱上帝胜过于死亡。但以理在尼布甲尼撒的宫廷，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的第3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进攻耶路撒冷，围困都城。主准许他俘虏了约雅敬王，夺走圣殿器物的一部分。尼布甲尼撒把俘虏带到巴比伦的神庙去，又把夺来的宝物存在他的神庙的仓库里。尼布甲尼撒王命令他的太监总管亚施比拿从以色列俘虏中选出一些王室和贵族的青年。这些青年必须是没有残疾、英俊、学识丰富、才智过人的能，才有资格在宫廷服务。亚施比拿要教他们学习巴比伦的语言文字，王也下令每天要供给他们王宫中所享用的食物和酒。这样训练3年以后，他们要在王的面前来供职。在被挑选的人当中有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都是犹大支族的人。太监总管给他们起了新的名字，叫伯提沙撒、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但以理他决心不沾王宫的食物和酒，免得自己在礼仪上不洁净了。于是他就请求那个亚施比拿来帮助他。上帝使亚施比拿同情但以理，可是他又怕王，所以他对但以理说：王已经规定你们的饮食，如果你们不像其他年轻人一样的健康，王会砍了我的头。
于是但以理去见亚施比拿所派来的看管他和其他3位朋友的守卫，对他说：请你让我们吃蔬菜和白水试试看，10天以后把我们跟那一些吃王宫食物的年轻人比一比，然后照你的观察做最后的决定吧。守卫答应让他们试10天。10天过后，他们看起来比所有吃王宫食物的年轻人更为健康，更为强壮。从此，守卫让他们继续只吃蔬菜，不吃王所配给的食物。上帝使这4位青年精通了各种文献和学问，有赐给但以理有解释异象和梦的能力。王规定的3年期限满了，亚施比拿带所有的年轻人去见尼布甲尼撒王。王一一跟他们谈话，他对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还有亚撒利亚印象特别深刻，因此这4人就被选中留在王宫来伺候王。王无论问什么或是提出任何的难题，他们的解答总比全国任何占卜家和术数好10倍。但以理一直留在王宫到波斯王塞鲁斯征服了巴比伦为止，因为他们的决心爱主，不愿意吃尼布甲尼撒王所提供的丰衣足食，上帝就保守他们，不让他们受到伤害。他们只吃蔬菜，不吃王所分配的食物，却仍然更健康、更强壮。基督徒对上帝存着敬畏的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够不看自己而专看主，会更愿意为主而牺牲来爱人。就如同耶稣基督的命令一样，他要我们爱人如己，要彼此相爱，要彼此洗脚，更要为那些软弱缺乏的人提供所需。就如同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们也所做的见证一样啊。使徒行传第2章42节到47节记载了圣灵降临节之后，初代教会基督徒的美好生活典范。他们爱人，他们尊主为大，他们以生命来敬畏上帝。圣经记载那个时候的情况，团契的生活，他们专心向使徒领教，参加了团契生活，分享爱宴，一起祷告。使徒们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人人都因此起了敬畏的心。全体信徒继续在一起过着团契的生活，所有的东西大家都共用。他们又卖掉田产家业，按照个人的需要把这钱分给大家。他们同心合意，天天在圣殿里聚会，又分别在个人的家里分享爱宴，以欢迎纯洁的心来一起用饭。颂赞上帝，跟人人保持和睦的关系，主天天就把得救的人数加添给他们。
因为这样的美好的生命见证了他们是敬畏上帝的，存心爱主的，因此上帝就天天将得救的人加添给他们。这是多么美好的见证啊！诗篇133篇，赞扬手足之爱，弟兄姐妹和睦相处，多么美好，多么愉快。这好比珍贵的香液从亚伦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这好比黑门山的甘露降落在西安的群山岭，在那里上主应许赐福，赐下永恒的生命。恳求上帝帮助我们谦卑的领受救恩，顺服上帝的呼召和旨意，愿意以敬畏的心来爱主，以谦卑的心智来爱人，不骄傲，不越权，不自夸，不张狂。愿我们都越服侍越能够谦卑，越蒙喜悦就越心里存着敬畏的心。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